星期四晚上8點鐘，未瞓之前有我 Aubrey， 聲音花園，音樂文化，故事萬千，香港情懷，細味悠然。我喺大觀園等你相見。星期四晚上8點鐘，翻嚟同大家主持大觀園。你聽嘅 AM1430，我個名叫做 Aubrey。今晚咧想同大家分享下過去呢個星期裏面咧，可能困擾咗嚟自香港或者係中意香港嘅朋友一個好大嘅事啦。咁當然咧就係宏福苑嘅火災啦。咁喺網上面好多唔同嘅媒體啦，社交媒體啊，或者一啲比較個人啲又好啦，啲官方式嘅又好啦，或者喺香港仍然仲係剩翻少少嘅一啲新聞媒體啊咁樣咧，咁都不斷有好多唔同嘅消息係出咗嚟啦。咁大家亦都係收集緊啦、理解緊啦，當中即係點解會竟然香港一個第一世界嘅國際金融中心，仍然係啦喺而家亞洲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城市，當中嘅防火啊、安全啊呢啲問題，竟然可以係咁大嘅咧？即係有乜可能一個住咗成3000幾人嘅居屋苑，居然燒咗7棟，暫時為止咧，直到而家我停止準備呢個錄音嘅時段咧，係已經有至少159個人死亡，159個人，咁係一個即係自從1948年石塘咀永安公司倉庫大火以嚟，香港最多人傷亡嘅火災嚟嘅。1948年，而家2025年，即係你諗下，有咩可能經過咁多城市嘅發展，但係呢件事會發生嘅呢？即係覺得係好震驚嘅，甚至乎即係我覺得已經係令到我對生活喺香港，或者其實我2日之後就會去香港做嘢同埋探屋企人。咁我自己心裏面咧係覺得，即係好多時咧，例如好似呢一啲衣食住行嘅嘢啊、防火安全啊呢啲嘢啊咁樣，即係你係以為你係有嘅，但係其實你係冇嘅。有好多嘢係即係我哋喺香港可能以為一般日常生活都仍然係冇乜特別啦，都 OK 啊咁樣，但係其實有好多你冇留意嘅細節啦，係有陣時會縫一聲咧就爆出嚟㗎啦。我唔知咁樣講合唔合適啊，但係即係令到我係覺得完全難以相信，點可能係一個即係全世界其中買屋最貴嘅地方啦，幾百萬買間居屋翻嚟，跟住再叫啲業主每間俾18萬去維修，然之後咧就疏忽同埋好多而家都唔可以話肯定嘅問題啦，因為未定罪啊嘛。但係咧，連好似大公文匯呢一啲，即係以前我哋係唔會睇嘅媒體咧，而家都會報導喎。即係有一啲咁大嘅問題，譬如咧，其中有一篇咧就大公報11月28號出嚟嘅文章，之後咧就好似話俾人哋撤回咗一陣，咁不過之後又再出翻嚟，我都唔知點樣。總之我就揾到呢篇文章，就叫做天價收費、圍標、合謀、利益輸送、劣質工程，揭開維修棚架背後重重黑幕。其實呢，我真係好多謝大公呢一班記者㗎，即係我啲細女呢，我冇諗過有一日呢係會真係認真咁樣去睇大公報，同埋感謝呢一啲記者呢係仲敢即係出嚟去講人話。咁希望佢哋繼續係做得好啲，即係關心下社會啦，因為真係靠晒大家㗎啦，呢個年代咧已經係到咗一個大家都互相依存嘅年代㗎啦。咁佢就講咗好多一啲今次火災嘅黑幕啦。咁其中一個咧，我學到嘅咧，原來就係香港呢啲建築業咧叫做圍標嘅問題。咁咩叫圍標呢？嗱，我先解釋一下今次嗰個承建商呢嗰個問題先。咁講咗承建商嘅問題之後呢，就先講圍標呢，就會容易明白啲。咁今次呢個維修商呢，就叫做宏業建築。咁啊，據大公報呢個記者呢，佢就咁講嘅。佢話呢，原來呢個宏業建築呢，嗰個工程嘅記錄呢係好不良嘅。佢話呢，之前呢，其實佢哋涉及過多宗嘅違法嘅行為啦，包括呢多宗違反
棚架安全嘅訴訟啦，譬如冇確定棚架梯或者其他用嚟支持用嘅設施就用啦咁樣啦，咁係俾人哋告過嘅。咁之後呢，又俾人哋告呢，就冇確保工人喺監督之下進行呢個架設更改或者係拆卸呢個棚架嘅工作咁樣，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啲 compliance 嘅工作啦。即係如果你係做啲有法律監管嘅工作，你都可能聽過呢一啲名詞啊。咁呢啲係好重要噶嘛，尤其是你建築業呢啲隨時影響人哋人身安全嘅嘛，好似今次咁樣。咁之後呢，佢哋又俾人告呢，就係冇呢個確保棚架已經由合資格嘅人定期檢查，咁啊死啦！即係你裝拆用嘅時候檢查都係有問題嘅。咁同時呢，又俾人哋控告呢，就冇遵從呢個獲授權人員嘅要求咁樣。咁啊即係請嗰啲人啲資格又唔夠，咁做嘢嘅時候就即係當然係唔得啦，你啲資格都唔夠係嘛？咁呢間公司咧聽落去真係好有問題啦，係咪？有咩可能即係咁多次俾人哋告咁樣樣？咁係咪即係同華福苑嘅住客揀佢其實係有啲自己要負嘅責任咧？咁樣樣會唔會即係啲業主自己揀錯咁樣樣咧？咁於是我就即係再睇啦。咁原來咧香港嘅歷史咧裏面有好多呢一啲類似嘅個案咧，係因為圍標呢一個問題咧而起嘅。咁甚至咧之前其實已經係有一啲公司咧係因為種種嘅原因咧係有俾人哋入罪過嘅。咁咩叫圍標咧？咁樣咁其實原來圍標咧就係即係譬如你間屋有啲工程要做，譬如你裝修個廁所咁樣啦。咁我當你其實呢間工程咧即係合理嘅 budget 啦嘅預算案咧，大約係1萬蚊咁樣啦。我當你整個廁所，咁一般人即係你要揾一個 contractor 去整理個廁所咧，承建商咧，咁你可能就會揾5個問一問佢啲價錢咁樣 call 下咁樣啦，係咪？咁可能正常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如果大家啲用料啊、人工啊差唔多嘅話，咁我當你可能一個7000，一個9000，一個11000，一個13000，一個2萬咁樣啦嚇。咁你又見晒呢5個人啦，咁你就即係去比較下啊，即係邊個抵啦？佢可能呢個咧平啲，但係佢可能用一啲冇牌嘅工人喎。啊嗰個貴啲，但係咧佢啲料係好啲。咁你即係自己去格價去比較咁樣樣，就呢個正常嘅情況。咁但係如果你喺一個圍標嘅情況咧，咁呢啲 contractor 咧，佢哋自己咧就會圍內咧就會將啲價錢全部推高咗啦。即係譬如咧，可能你條街有5個 contractor 係全部你識嘅 contractor，咁佢哋咧圍咧佢就會全部都叫高晒，即係可能一個叫49000，一個叫50000，一個叫60000咁樣樣。所以你最平嗰個都49000噶啦，咁就即係會要你俾高咗好多倍嘅價錢啦，係咪？咁亦都有可能咧，就係譬如你條街有5個 contractor，有4個人圍緊標，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唔係嘅，即係正常嘅，咁佢就同你講，我1萬就會幫你整好個廁所噶啦咁。咁呢4個 contractor 咧，圍標嘅 contractor 咧，就可能會咧做一啲不法或者係唔適當嘅行為啦，譬如會排擠佢啦。甚至無咧會揾啲黑社會搞佢啦，恐嚇佢啦，總之咧係即係做一啲會影響呢啲正常嘅 bidder 嘅投標者嘅競爭行為咁樣，咁就為之圍標啦。咁喺香港咧就據說咧，即係呢一個問題咧係非常之嚴重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原來咧即係有業界人士咧就話俾大公報嘅記者聽咧，佢就話其實而家咧參加嗰啲工程投標嘅建築公司咧已經係越嚟越少㗎啦。就建築界裏面咧嘅工程投票咧就一向都係冇透明度嘅。亦都咧喺過去10年裏面咧，工程公司圍標嘅情況咧係非常之嚴重，甚至有工程公司嘅負責人咧參與競標之後咧就即刻俾人哋惡言警告啦。咁啊無奈咧就要退出呢個競標啦，導致咧係有水準嘅公司咧係越嚟越少啦，亦都冇幾多間公司投啦。競標嘅結果咧就係來來去去都係嗰幾間啦，咁所以呢個就解答到點解呢間公司入成咁樣都會俾啲屋苑咧揀咗去做啦。咁啊據說咧呢個宏業建築公司咧就係業內有名嘅常勝將軍嚟嘅，即係成日都係佢必到嘅。
咁咧就話咧佢哋就接咗好多工程嘅，咁所以你咁多工程，你香港同一時間即係可能好多唔同嘅工程做緊，咁你一間公司就未必會將自己嘅資源咧係適當地去投入喺呢一啲屋苑嘅維修工程裏面啦。咁所以咧偷工減料啦，同埋拉長工程期嘅情況咧係成日都會見到嘅。咁拉長工程期嘅時候咧，佢第一已經係即係收咗錢㗎啦嘛，咁佢嗰嚿錢已經可以食息㗎啦嘛。你香港呢啲工程咧，即係你譬如一個屋苑咁樣，你千幾個單位啦，咁我當你一個單位俾10零20萬咁樣，咁你呢啲係天文數字嚟㗎啦嘛，即係你淨係拉長咧，你收咗呢嚿錢放喺個銀行咧，已經係有啲利息嘅收入喺度啦，即係基本上你越拖對方咧就越着數啦，咁啊都不特止噃。另外咧係有陣時咧，佢哋咧就會用啲唔合規格嘅物料啦，咁譬如今次啦，即係據大公報呢個報導咧，佢就話咧，即係佢查到出嚟咧，呢個維修棚嗰個用嘅網咧，咁就據說咧係應該用呢個阻燃網，就每一張咧就要港幣90蚊嘅，咁但係咧冇阻燃功能嘅普通網咧，個價錢咧就只係50蚊嘅啫。咁而家嗰個驗到咧就係即係咁多層嘅大廈咧，佢就衰到咧就將嗰啲合格嘅阻燃網咧，佢就放喺一個容易俾人哋去驗嘅地方，即係可能知道，譬如消防啊或者政府啊嗰啲咁樣嚟驗咧，喺邊個 spot 係會容易剪出嚟驗嘅，咁嗰啲地方咧，佢就放一啲係啱嘅貴嘅網喺度。咁其他嗰啲係掂唔到嘅地方，即係譬如你係政府你去驗，你唔會無端端去啲好難，即係要爬到好遠嘅地方去剪嚟驗㗎嘛。咁佢嗰啲地方呢，佢就用啲 cheap 嘅網啦，就係會燒着嘅網啦。咁但係大部分嘅呢，都係唔合規格嘅網。咁所以今次呢，點解啲火勢會快得咁緊要呢？就係因為個網同埋其他啲問題嘅，即係有啲發泡膠咁樣，嗰陣時就大風咧就會將啲發泡膠就吹咁樣。咁但係咧網係最主要嘅問題，即係綜合我自己睇到嘅媒體上面嘅分析，就網係最中心嘅問題，因為你火係向上升噶嘛，咁你要有啲嘢帶上去，啲火就會跟住就上去快，咁就成棟樓燒晒啦。所以譬如即係你有啲嘢係着咗火，但係會跌落地嘅咁樣，咁佢跌落去，佢未必會辣到其他嘢噶嘛。但你向上升嘅，或者係一塊嘢咁樣，即係好似呢啲網啊咁樣咧，咁就死啦，就真係火上加油啦。如果你用一啲易燃網，咁所以呢個圍標啦，喺香港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呢個咧令到我諗翻起，其實香港回歸之後咧，我睇過同大家分享過一系列嘅電影咧，就係謝立文同埋麥嘉碧畫嘅麥兜嘅動畫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好經典嘅笑話，嗱我俾大家聽下。我發覺咧呢個笑話咧真係講得好啱㗎。佢寫嘅時候咧，我唔知道謝立文其實係旁敲側擊講緊一啲乜嘢，譬如講緊特首選舉啊定係乜嘢。但係總之咧個意思咧就係即係香港係好似有好多嘢俾你揀，但係其實咧係冇得揀嘅，即係樣樣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嗱我哋聽一聽下。唔該，我要一個常餐啦。常餐有咩食㗎？同特餐一樣咯。咁特餐係咩嚟㗎？同快餐咁上下咯。咁快餐又係咩嚟㗎？即係快餐咪即係午餐。午餐食咩㗎？午餐同晚餐一樣㗎。咁晚餐又食啲咩啊？晚餐咪即係常餐咯。咁啊，我要2個常餐啦。好嘢啊！我哋今日啲常餐。唔好意思，常餐賣晒噃。咁改要特餐啦。特餐有咩食㗎？特餐咪即係午餐咯。午餐食乜嘢㗎？都係晚餐嗰啲嘢咯。咁乜嘢係晚餐啊？同快餐一樣咯。咁快餐食咩㗎？係快餐咪真係常餐咯。咁你頭先又話冇常餐。係呀，常餐係賣晒呀。咁你試唔試下特餐啊？2份特餐啦。唔好意思，特餐賣晒噃。媽媽，不如改快餐啦。
快餐有咩㗎？快餐即係常餐，咁常餐有咩㗎？常餐咪即係午餐咯。哎呀，咁午餐有咩食啊？午餐同晚餐一樣㗎。咁晚餐呢？晚餐咪即係特餐咯。咁你頭先又話冇特餐。係啊，特餐係賣晒呀。咁你試唔試下個快餐啦？一樣嘅啫。咁2份快餐啊？唔好意思，冇快餐啊。離唔離譜啲啊？咁你哋究竟有啲咩餐啊？午餐啦，午餐好嘢啊。點好嘢法啊？同晚餐一樣咁好嘢。咁晚餐又點好嘢法啊？同常餐一樣咁好嘢咯。咁常餐係點好嘢法啊？常餐一早賣晒啦，你話好唔好嘢啊？好啦，要2份午餐啦。唔好意思，午餐賣晒，試唔試下我哋嘅晚餐啦？一樣嘅啫。日光日白食乜鬼嘢晚餐啊？係個名叫晚餐啫，其實咪真係午餐。好啦，怕咗你啦，要2份晚餐啊，快啲手啊！想快就要快餐啊！如果你想同我傾偈，或者揾翻節目裏面提過嘅資料，可以上去 Facebook 度揾下我 AUBREYLA， 揾唔到唔使怕醜 ，send 個 message 俾我。翻嚟第二次大觀園啦，頭先咧同大家解釋咗香港圍標嘅呢個問題啦，咁可能咧你哋就會問 ，OK， 咁香港政府有冇打擊呢啲罪案呢？咁樣，因為呢個咧其實係一啲阻礙公平競爭嘅一啲行為嚟噶嘛。咁咧原來咧我自己翻查咧喺2年幾之前咧，立法會會議上面咧，其中一個議員啊黎棟國咧，佢就曾經係提問係關於打擊圍標嘅行為嘅。咁咧，當時嘅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我唔知佢個姓係咪咁讀啊，讀住先啦，甯漢豪。咁咧，佢就書面咁答嘅，就話咧，的確咧，香港嘅廉署 ICAC， 我唔知道收音機旁邊嘅朋友有冇聽過啦。呢個係香港喺港英時代開始就一個非常之著名嘅英式嘅獨立調查嘅機制，就係即係譬如社會上面有一啲唔公平嘅行為。咁但可能當中咧係會涉及一啲有力人士或者係政府部門，可能警察內部嘅咁樣。咁呢一啲 ICAC 咧係會繞過晒所有呢啲部門，係直接 report to 呢個港督嘅，即係直接去報告翻俾港督知道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當時港英政府可以話留落嚟一個即係解釋咗香港社會好長時間有一段較為公平競爭啦，同埋廉潔嘅年代，即係好多人都好懷念嘅講起嘅時候。咁而家廉署又點樣呢？咁呢個局長就咁講嘅，即係佢話咧，其實有拘捕咗數十名涉嫌圍標集團嘅成員嘅，喺2年幾前嘅年初。咁咧就話咧，呢啲集團咧係利用唔同嘅手法啦，即係頭先同大家分析過啦，甚至無咧有一啲工程咧就係獲得呢個政府嘅資助嘅。咁呢個更加令人哋係嬲啦，即係政府資助有嚿肥豬肉，你班利益集團就夾埋嚟揾着數，係嘛？揾啲小業主嘅着數。咁你知香港住係最大嘅問題。通常一般香港人最大嘅財產就係間屋㗎啦，即係大部分人呢，如果係有屋嘅話呢，都係得一間嘅啫。如果冇咁啊，恭喜你啦！有呢，多過一間呢，係少數嘅咋。大部分人都係死工爛工，成世人慳埋，就係為咗間屋嘅。即係住係香港最大嘅問題，呢個係好多人都知道嘅，因為呢，香港係貴到仲貴過紐約嘅，個間屋咧就鞋盒咁細，但係咧就幾百萬起標嘅。咁好多人一生就係左慳右慳，就係為咗間屋有瓦遮頭嘅啫，真係好陰功㗎。咁呢啲人咧就係即係 hold 住啦，有呢嚿肥豬肉，咁圍標啦，就開你啲小業主嘅刀啦。好啦，咁但係廉政公署
話拘捕咗數十名，咁但係檢控有幾多呢？咁樣，咁我睇下啲數字咯噃。咁呢18年嘅時候呢，貪污投訴嘅數目呢就有8個，咁可以追查嘅數目呢就只係得5個。點解呢？另外嗰3個係去咗邊呢？咁樣，咁佢就話有一啲呢係被歸為無法追查，理由就係因為呢嗰啲投訴所提供嘅資料係過於含糊或者匱乏，而且個案嘅投訴人就唔係用呢個真名去投訴，所以咧就冇辦法去釐清佢嗰個投訴嘅內容啦。即係唔知你係咪玩嘢嘅咁樣，咁啊唔查㗎啦。即係你唔用自己真名，咁但係你諗下喎，咁可能裡面係啲我哋英文叫 whistleblower 嚟嘅喎，即係嗰啲吹雞嘅人士咧。咁佢哋梗係唔用真名啦，大佬你可能係呢啲工程公司裡面嘅人嚟㗎嘛。咁佢俾真名你，咁佢用乜嘢嚇自己都唔掂㗎，係咪先？咁啊又唔查㗎咯喎。咁咧佢於是咧18年嘅時候檢控嘅個案咧就有1個，定罪咧有1個。咁呢個18年啦，19年咧就有被投訴嘅咧有5單，可追查有3單，檢控係0單，定罪當然係0單啦。20年咧有投訴咧有3單，追查有3單，檢控數目係0單。21年嘅時候有10單，追查只有3單，檢控係0單。22年嘅時候咧有5單投訴，有4單可以追查，檢控嘅數目亦都係0單。即係話咧呢5年裡面咧定罪嘅數目咧竟然係得1個，即係咁多年夾埋。等我數下先啊，加埋呢5年10、20、31單先入到1單嚇。咁呢個就廉署嘅委職啦。咁啊同樣呢5年，咁譬如佢哋政府會唔會自己去啲屋宇管理業啊咁樣自己去查呢？即係你唔使一定要人哋投訴噶嘛，你咁大個部門 ICAC 係咪？咁你可以自己去調查噶嘛咁樣。咁佢每一年咧都有幾單去自動調查嘅，咁但係調查有冇結果呢？即係有冇入罪呢？咁樣又冇講過啦。咁所以呢，你即係可以想像咧，呢個係香港社會嚴重違反公平競爭嘅一個現象嚟㗎嘛。咁香港係一個即係喺呢一方面非常之令人自豪嘅，好多時候嘅一個社會就係所有人都有機會，所有人都可以出頭。你勤力就得㗎啦，你肯搏就得㗎啦咁樣。咁但係呢啲夢想咧，而家已經係冇晒，即係你睇下咁緊要嘅一個生活嘅環節嚇，住屋嘅維修嘅承建商呢啲競爭，咁啊影響到咁多人嘅。即係你香港好多屋苑㗎嘛，大佬，你咁多百萬嘅人口，咁你幾多唔同嘅屋苑啊？咁啊好多咁上下年嘅，咁阿林鄭就在任嘅時候就推出話要呢個重建計劃啊嘛。咁你香港鄰住有好多呢啲屋苑㗎嘛，咁你會影響到好多業主㗎嘛。即係一個屋苑幾千嘅居屋咁樣，咁一路圍標呢啲貪污嘅問題呢係冇解決。咁所以你可以想像，即係呢啲已經唔係話意識形態上面嘅分歧，即係唔係講緊我唔滿意我仔女要返學要學啲唔知咩語言或者要學咩唱歌，已經唔係講緊呢啲嘢啦。呢啲唔緊要啦，我覺得已經，因為學咩語言唔好啊，學多樣咪仲好學啦。即係嗰啲係有得妥協嘅，我覺得嗰啲係 compromisable 嘅 issues， 即係大家可以坐低傾嘅。但係你呢一啲會影響人身安全嘅 issues 係冇得傾嘅，即係防火安全、人身安全呢啲嘢係冇得傾嘅，罪案呢啲係冇得傾嘅。即係你呢啲嘢一出事，你所以而家睇下嗰個結果係發生咗咩事啦？香港係咪先？即係已經唔再係講緊你係咩顏色，我係咩顏色，呢啲已經唔重要啦。因為我諗冇一個正常嘅人呢會反對呢啲咁基本係會影響人身安全嘅保障呢，佢哋會係話即係覺得唔需要嘅，即係一個正常人係唔會咁諗嘢嘅，我估係嘛？所以其實呢，今次呢件事呢，你睇到香港嗰個媒介呢，佢哋個反應呢係幾得意嘅。頭先同大家講咗啦，大公報佢都咁講啊，即係有好多都好敏感嘅黑幕。咁佢都肯講出嚟啦，最少係咪先啦？即係佢唔係直接話係政府有責任，咁但係起碼都報咗出嚟啦嚇。咁咧香港01咧又係喎，即係01其實咧就係一個好模糊
但係喺香港係好大嘅一個媒體嚟嘅，其實好多人睇嘅。咁咧佢就平時咧即係好多時都會就住嘅，即係因為你知而家喺香港做媒體，你寫錯少少講錯少少隨時唔得掂噶嘛。咁但係咧01嘅記者咧，佢哋都揾咗嗰個網嘅資料，咁啊登晒出嚟，即係講晒嗰個網嘅製造商啊，同埋嗰啲檢測報告嗰啲乜嘢啊。咁咧佢就話咧喺宏福苑呢個承建商，即係呢個宏業建築啦，佢哋咧有11處承包嘅大樓，咁啊唔係喺宏福苑，但係喺另外2個大樓咧就叫做富澤花園、富家閣同埋呢個怡樂花園。咁呢度啲居民咧就先後咧就出示嗰啲社區嘅張貼俾啲記者睇。咁嗰度咧啲張貼咧就寫住咧呢2大樓嘅裝修嘅防護網咧就分別係由一間叫做山東神旭化纖繩網有限公司同埋汾州市元進化纖繩網有限公司生產嘅。咁呢個網嘅名咧就叫做左賢密木網。2間公司嘅呢啲產品咧都係由山東省汾州市檢驗檢測中心檢測通過嘅。咁但係咧01嘅記者咧就自己再去揾呢個汾州市檢驗檢測中心嘅官網去查嗰個報告啦。咁咧就係顯示咧係沒有查詢到文件咁樣。咁但係呢啲網咧就喺阿里巴巴個平台嗰度咧就有得賣嘅。咁佢嗰個阿里巴巴嗰個專頁咧亦都係寫住咧呢啲網咧係有汾州市檢驗檢測中心嘅檢測報告嘅，亦都咧係有個編號嘅。咁記者就用翻呢個阿里巴巴上面嗰個編號咧，就去睇下揾唔揾到嗰個報告嘅全文啦。咁但係咧，你用翻呢個阿里巴巴嗰個編號去揾嗰個報告嘅嗰個產品，同埋怡樂花園嗰啲居民睇到嘅嗰個公佈嘅產品個名咧就唔同嘅。咁啊死啦！即係哇，真係好亂啦！即係究竟係同一樣嘅網啊，定係其實係2樣嘅唔同嘅產品，但係阿 A 就用咗阿 B 嗰個編號嚟賣俾人呢？咁樣會唔會係差唔多樣，但係唔係一樣嘅呢？咁樣啦。咁呢啲記者呢，真係我覺得其實做得幾好嘅，老老實實。佢哋跟住呢，就再去翻呢個其中一間就汾州元進化纖，咁呢，就問嗰間廠啊，就你有冇賣呢啲網俾香港咁樣？咁當地嗰個董事就話呢，根本就唔清楚有冇分銷商將佢哋個產品賣去香港，但佢哋就唔識得任何叫做宏業建築嘅，即係你呢啲嘢你可能係唔係個承建商直接同廠買噶嘛，你可能仲有啲其他啲中間人買賣噶嘛，咁可能未必知嘅。咁你究竟係呢間廠唔話俾個記者聽啊，定係啲承建商用啲來歷不明嘅材料偷工減料呢？咁啊唔知啦，即係太多呢啲千絲萬縷嘅可能性啦，真係好恐怖啊！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你大陸嗰邊個廠呢係老實嘅話呢，咁佢哋喺阿里巴巴嗰個平台上面嘅專業呢，即係跟住佢專業咁用呢，呢啲網呢就係攞嚟防塵同埋蓋土，即係譬如冬天咁樣，譬如你後院好大風咁樣啦，咁你可能要保護你啲植物啊咁樣呢，你可以攞呢啲網嚟去罩住佢。咁啊防塵啊或者防土啊咁樣啦，防風都得嘅，即係可能唔知你攞嚟掛喺邊度啦，你可能屋企有某一啲地方好大風咁樣，或者某一啲大廈建築物嘅某一部分好大風，你可以攞嚟防風嘅咁樣，咁就得嘅。咁而大部分咧佢都係標明咧係阻燃，即係唔會燒得着嘅。即係就算係燒着咗咧，唔會蔓延嘅。咁亦都有一啲測試嘅圖片同埋一啲視頻嘅。咁但係就唔係攞嚟起樓嘅咯。你大佬防火防風喎，同埋起樓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喎。你而家唔係攞嚟防風喎，係咪先？咁所以點都好啦，即係香港嗰度就肯定係錯㗎啦。咁大陸嗰方面，即係大陸呢啲你真係，尤其是而家呢件事黃咗出嚟呢，咁啲記者要查呢，我諗係會有啲難度㗎啦。咁所以
唔好理佢啦。即係我覺得其實你咁大嘅城市，你一個完整嘅機制，你唔好話賴晒生產商，你自己嗰個社會嘅系統已經係好大問題啦嚇，有一個圍標呢個問題啦嚇，跟住 ICAC 又唔做嘢啦。咁你唔可以賴晒人哋嘅，即係山東佢間廠整咩網，佢點驗咁樣。大佬你香港咁多有能之士，你香港咁多錢，大佬一間18萬喎，即係而家好多啲公公婆婆呢，佢哋其實有政府津貼嘅呢啲維修，係嗰陣時林鄭做呢、一個重建呢嚿嘢出嚟嘅一啲本來係德政嚟嘅，即係佢嗰陣時咧就因為即係香港嗰個建築業咧就低迷啦，咁啲工人冇工開啦，咁佢諗住咧即係我揾嚿錢出嚟就補貼啲公公婆婆，咁佢哋就唔使自己揞荷包啦，咁佢就會夾錢就重建，咁啲工人咪有嘢做咯咁樣，咁即係佢嗰陣時係咁樣諗嘅，咁所以其實你呢一嚿肥豬肉咧，於是就吸引咗好多呢啲衰人咧，就操控呢個建築業嘅市場啦，就終於就搞到咁樣大頭佛啦！而家就真係搞到人哋家破人亡，仲要係一個真係諗下，呢個係一個好殘忍嘅行為嚟嘅。即係我自己係土生土長嘅香港，即係所以我好清楚香港人要揾錢起上嚟呢係幾恐怖嘅。即係就算未回歸之前，香港都有好長時間係有好大嘅社會上面有黑社會問題啦。咁但係揾錢係一樣嘢，即係你而家呢啲偷工減料啊、圍標啊呢啲，你係會影響到唔單止係其他人嘅生計，你唔係淨係呃咗人哋錢，你係殺死埋人哋家人啊！即係好慘嘅嗰幾日呢。係我一路睇住個social media 啦，咁譬如有啲家長係揾來揾去揾唔到自己啲小朋友，就係可能話我最後同個工人去 text， 就佢話已經湊咗我個女去行咗去唔知邊度，跟住就兩個都冇消息啦，咁跟住個阿媽當然係喊晒啦，即係跟住之後嗰日呢，就消息嚟啦，就原來呢，佢個女呢，就同埋個工人呢，兩個都走咗啦。咁即係你諗下嗰種恐怖法呢，其實我覺得唯一即係我聽到呢啲古仔呢，我係諗到唯一呢就係上次汶川地震嗰陣時嗰啲小學嗰啲家長咁樣咯，即係呢啲唔係講緊哇要即係喺街上面有啲意識形態上面嘅大家嘅鬥爭啊，咩顏色同咩顏色嘅鬥爭，唔係講緊呢啲嘢，呢啲已經係站喺你講緊保護屋企人、保護自己生命財產嘅時候，嗰啲嘢已經冇咁貼身㗎啦。即係我覺得咋嚇，我唔知啊，因為而家嗰啲災民呢，佢哋係 everyday people， 唔係佢哋自己揀㗎嘛。即係當你影響埋普通家庭、小朋友、老人、普通平民嘅時候，咁你呢啲大是大非呢，其實係即係冇乜好拗嘅。其實，所以你睇到而家01又咁報啦，大公又咁報啦，即係雖然唔係白紙黑字講明，有啲嘢唔使講出口嘅。所以即係你見到譬如01呢啲媒體都敢做咁多呢啲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呢啲調查式嘅新聞報導，大公都講黑幕，咁代表緊嘅係乜嘢呢？即係其實就算係媒體啊，即係喺個立場上面呢，都係頗為批判性一啲啦，喺呢一件事上面係嘛？如果你想同我傾偈，或者揾翻節目裡面提過嘅資料，可以上去 Facebook 度揾下我 AUBREYLA， 揾唔到唔使怕醜 ，send 個 message 俾我。第三節大觀園啦，咁頭先咧同大家講緊香港圍標啊，同埋呢次宏福苑大火嗰個城網嘅質素係唔合標啦。咁除咗城網之外咧，喺香港同埋中國內地嘅媒體裏面咧，其中兩個最大嘅分歧咧，去描述呢個火嘅起因咧，就係呢個竹棚。
咁啊，大家都知道啦，竹棚咧其實就係香港建築業一個好出名嘅傳統嚟嘅，真係即係佢哋又有佢哋自己嘅工會啦。咁因為竹棚咧就平啦，因為竹咧就係種得好快嘅。咁同埋咧，即係雖然係需要特別嘅技能去搭啦，但係咧非常經濟，同埋用咗咁多年啦，即係我自己記憶所及，即係由細到大香港起樓不嬲都係用竹棚㗎嘛，咁多年都冇事喎。咁你話天氣乾燥，今年先天氣乾燥咩？以前都試過天氣乾燥啦。咁點解以前冇事而家會有事呢？即係點解而家先話竹都識得燒㗎，都燒到㗎，所以應該用呢個金屬呢咁樣。咁呢個就係內地嘅媒體嘅主流。咁而香港嘅主流意見呢，就係竹棚唔係嗰個火災嘅主要因素。咁但係咧，當你睇今次大火之後咧，嗰個國內同埋香港同埋外地嗰啲媒體嘅趨向咧，其實你係睇到當中咧，可能淨係拗竹棚究竟係咪安全咧？呢個咧亦都已經可以睇到兩地官方可能想帶嘅一啲風向。黃福苑咧就係11月26號晏晝3點鐘開始起火嘅，咁入夜之後咧就升到去5級，咁跟住咧嗰晚就有記者會啊，有啲消防出嚟去估計個火勢啊嗰啲乜嘢啦，咁26號晚做嘅，咁27號咧喺呢個微信就有一個公眾號咧叫做牛彈琴，就發表咗一個文章，咁呢個文章咧就係講咧香港嘅建築安全咧就係不嬲記錄都唔錯，但係咧大火咧就令到人哋發現咧，原來咧香港咧實在係非常之落後啦，連內地嘅貧窮地區都好少用竹棚啦，香港連內地90年代末零幾年初嘅水平都不及咁樣啦，即係內地就用呢個金屬棚架就取代呢個竹棚嘅。咁而呢個牛彈琴咧，佢就有好多 following 嘅，佢咧有獲得超過10萬個閱讀量嘅，之後咧亦都獲得呢個網易等等唔同多個平台嘅轉載。咁呢個牛彈琴究竟係邊個嚟呢？係咪一個普通嘅內地網民呢？咁樣原來牛彈琴呢係中國官媒新華網嘅副總編輯劉虹嘅自媒體嚟嘅。咁呢個呢，就唔係一般老百姓嘅意見咁簡單啦，呢個係官媒嘅自媒體嚟嘅噃。咁點解即係26號晚開始升級，27號呢個內地官媒就要吹竹棚係唔安全，金屬先安全，所以香港好落後呢？咁樣會唔會係希望將嗰個焦點放喺個竹棚，盡量係唔引起對呢個城網嘅注意呢？咁樣會唔會呢？就係因為即係城網可能係內地一個好大嘅出品啦，咁所以就要盡量將個視線帶咗去竹棚嗰度呢。咁樣。尤其是係之後即係而家香港嗰個調查已經出咗啦，咁就話係個城網有問題，所以導致呢個火警啦。咁竹棚係可以燒到，但係其實竹棚係好耐燒嘅，所以即係點解咁多年都用竹棚？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又平又靚啦。咁而金屬棚架咧，亦都有佢自己個問題，因為當你燒嘅時候好高溫咧，其實金屬都會軟嘅嚇。咁同埋咧，你竹棚咧，你真係要譬如爬上爬落啊，譬如要救人啊或者逃生嘅時候咧，就唔會熱啦。咁但係金屬咧係會熱噶嘛。咁可能咧，即係兩者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弱點啦。即係如果你用金屬，你可能唔可以爬翻落嚟啦。但係竹棚你仲有機會係得嘅嚇。咁，但係點解有一個嘅説法就係官媒要將視線帶嚟呢個城網呢？咁樣？咁因為原來呢，根據香港獨立媒體綠豆嘅講法呢，城網呢原來係一條橫跨山東、年產值300億人民幣嘅化纖城網產業鏈嚟嘅。哇，300億人民幣咁咪好多錢咁。
點解哇一個咁勁嘅工業，其實佢哋做咩嘅呢？咁樣咁原來呢，即係佢哋呢就跟住呢間公司啦，頭先同你哋講啦，就去查嗰兩間廠啦。咁啊發現呢，原來呢喺呢個山東郴州市惠民縣李莊鎮一帶呢，就有好多啲登記咗嘅生產商嘅。咁啊，根據人民網喺2020年嘅報導咧，呢個惠民縣咧係全中國最大嘅化纖繩網生產基地嚟嘅。咁佢嘅產品即係呢啲網咧係涵蓋到可以俾農業啦、建築啦、體育啦、園藝啦、養殖啦呢啲唔同嘅領域咧去用嘅嚇，有啲就用嚟即係當網咁用咧，有啲咧就防護網啦。咁淨係呢個惠民縣咧，嗰個繩網嘅產業咧已經係佔整個山東省嘅城市嘅市場嘅90%，全中國市場嘅80%，即係其實大部分中國嘅繩網都會喺呢個縣度做出嚟嘅，即係成個中國喎，你諗下咁咪好多。咁呢個縣裏面咧，佢嗰個塑膠繩網生產同埋加工戶咧係有多達幾千家嘅，產業從業人員咧係以萬計嘅，即係哇咁咪好多，即係成個縣啲人都係做呢一門生意嘅。OK， 咁今年6月咧，新華社咧又進一步披露咧，呢個惠民縣嘅繩網產業咧就以呢個李莊鎮姜樓鎮做核心，就有超過12萬人咧係從事呢個繩網加工生產。上一年咧，佢嗰個繩網產業嘅總產值已經係有300多億人民幣，即係呢個係金蛋嚟嘅嚇。咁大家都唔知其實而家用咗嗰啲係邊啲繩網啦，因為記者又抄唔到佢嗰啲檢查報告啦。咁啊有第啲 number 又唔係同一樣嘅網，咁啊根本無跡可尋啦。而家肯定啲證據冇晒㗎啦，即係就算係廠方錯定係港方錯都唔會查到㗎啦，肯定。你仲要山高皇帝遠喺山東，咁所以即係無論你而家先講話大陸啲檢測靠唔住啊，或者佢哋話阻延，其實唔係阻延，即係你講呢啲係冇意思㗎啦。而家已經因為你冇辦法查到啊嘛，係嘛？即係所以你要去查繩網呢，就大陸肯定係唔會俾你任何記者啊嗰啲會查到㗎啦。因為如果你一揾到啲乜嘢，你呢個縣係全中國嘅80%嘅繩網，咁你其他買咗呢啲繩網嗰啲又攞嚟起樓嘅，咁點算啊？係咪？咁所以佢一定係唔會俾你查到㗎啦。咁所以你呢個棚網嘅生意背後呢，即係你關乎到呢啲全國嘅化纖繩網工業係嘛？即係你一鬥到人哋嗰啲產業鏈嘅監管同埋檢測認證，咁俾你講講仲得了嘅係咪先？即係咁你內地嗰啲呢，人哋而家就諗喂會唔會都燒着㗎大佬咁樣㗎嘛？所以係冇出路㗎啦，即係你呢個方向去查呢，係冇可能查到嘢嘅。即係你而家作為香港新聞界，我諗佢哋，我估啦嚇，佢哋到咗呢一步呢，佢哋唔會再有咩進展㗎啦。即係你查呢個繩網嘅質素，因為係冇可能會俾你查到咯。咁所以即係你作為港方，你唯一可以要求就係要求香港境內最少都仲有啲監管嘅架構啊，係咪先？即係檢查啊，同埋檢控啊，咁樣即係都仲可能有少少結果。我估咋？因為即係你諗下，其實如果啲媒體呢而家都咁出面呢去講呢啲黑幕啊，呢啲建築業問題啊咁樣呢，即係雖然冇完全講明邊個要負責任，但係最低限度你會睇到其實喺某一方面呢係可能已經落咗 order 呢，係真係要求你特區地方方面係做得好好睇，快啲去拉人，快啲去揾到一班直接負責呢件事嘅人咁樣。咁而家就好似話拉咗11個定12個啦，初時拉咗3個，跟住再拉多8個啦，好似話。咁未來唔知點樣啦。好，下個星期再翻嚟喺大觀園繼續，拜拜。